林振昇副主席。好啊，多謝主席。咁啊，頭先好多議員都關注嗰個承建商係咪採取合理嘅步驟啦。不過頭先聽阿處長講，可能就咁喺個地盤嗰度求其張貼啲告示，可能真係未必足夠喎。即係咪真係要啲工友入地盤之前呢，就要搜身啊，交晒啲煙仔出嚟啊，即係先係合理嘅步驟呢？咁如果將呢個行為即係寫咗落去將來嗰個良好作業指引嘅時候呢，如果出咗事，但係嗰個承建商又冇遵守到，又冇做呢件事，咁係咪好大機會就會觸犯法例呢？咁另外喺個維修緊嘅工地裏邊呢，其實即係除咗工友之外呢，咁可能有啲住戶咧，佢行出去嗰個公眾地方嗰度食煙，亦都唔出奇嘅。咁呢個行為，咁嗰個承建商係咪都要顧及埋呢？係咪都要提佢呢？咁先至係一個合理嘅步驟，可以免責呢？咁呢個第一個啦。咁第二個呢，你哋話針對一啲比較危險嘅情況呢，就會用嗰個一般責任條款去告嘅。咁一般責任條款就可能即係比較一般啦，就即係實際就萬能 key 嚟嘅。即係你總之佢覺得係唔安全嘅，其實你都可以引用去告嘅。咁但係個即係入罪嘅機會高唔高呢？即係定還是如果有啲真係好嚴重嘅情況，即係假設啦，即係僱主同個僱員都一齊喺裏邊吸煙，咁嗰啲易燃物品咧又冇管理好，即係周圍擺，咁係非常之危險嘅。咁我哋3年前咧就修改咗法例，嗰個最高嘅罰則咧就去到1000萬。咁會唔會有啲情況咧就係跌入咗落去呢個極嚴重嘅個案，係用可公訴罪行去檢控嘅咧？即係我想睇下唔同嘅情況係有冇唔同嘅檢控方式啫嚇。多謝主席。處長。就住個承建商佢個地盤範圍裏邊，佢嗰個責任去到邊度咧？咁當然工人係承建商同分判商佢哋直接管理嘅員工啦嚇，咁所以就對嗰啲員工行為佢一定有責任㗎啦。咁但係會走入去個地盤範圍裏邊嘅其他人士咧，其實係個承建商其實一如其他地盤嘅啫。即係其他地盤如果有個路人佢係傻更更，即係當散步或者影相走咗入去一個地盤範圍裏邊咧，其實承建商係有責任去管理佢嘅。即係無論係勸佢走，或者係抄低佢資料，跟住就係話佢非法闖入一個地盤，即係各種措施都好啦嚇，佢有個管理責任。咁但係當然嗰個會唔會因為佢冇管理好呢一啲外來唔係佢直接管理嘅員工嘅責任，而引起其他嘅管理者嘅相應嘅一啲可能要負擔嘅一啲法律責任咧？咁我哋真係要睇嗰個處境啦。我哋希望實際嘅操作情況咧，就係頭先林振昇議員提嘅嗰啲狀況，好多時就出現喺啲維修地盤。維修地盤咧，我頭先提過啦，有可能成個屋苑都可能大部分地方都屬於個地盤範圍，但係有工人工作嘅地方咧，又唔係所有地方都有嘅。有啲地方咧，其實係個大廈嘅管處嘅管理人員去管理嘅。有啲地方咧，我頭先提過控煙酒辦其實係有執法嘅權力嘅。咁將來呢幾個方面嘅嗰個協作咧，我哋會做好啦。當然係。咁對個地盤嘅嗰個管理人員嚟講，如果真係有一個佢做緊維修工程嘅居民係走咗落個地盤裏邊係吸煙，佢除咗話好似佢處理工人咁樣，佢去影低佢啊、勸走佢啊之外咧，佢亦都可以將嗰個即係相關嘅嗰個證據咧，就係交俾我哋啦、控煙酒辦啦，或者係個大廈嘅嗰個即係管理當局，咁我哋可以採取相應嘅措施去跟進。唔該，主席。仲有嗰個，如果真係好嚴重嘅個案，係咪可公訴罪行1000萬嗰個？可唔可以簡單講下？係，當然呢個係真係要睇嗰個具體情況啦。好多時可公訴罪行會引用嘅時候咧，係通常就唔係預防性㗎啦，就係出咗一個有嚴重結果嘅人命傷亡嘅一啲狀況。而嗰個狀況咧，就係我哋有證據説明咧，就係嗰個地盤或者嗰個工作地點嘅嗰個管理者咧，係有無可推卸嘅責任嘅話咧，咁就我哋唔排除係會用可公訴嘅方式去提控嘅。咁所以就由最
最基本嘅嗰啲，即係相對嗰個吸煙行為直接相關嘅，去到預防性，但係個風險水平高嘅，去到真係出咗狀況、出咗意外，引致有傷亡，用可公訴嘅罪行去做起訴，呢一系列嘅法律工具咧，我哋都可以應用嘅。咁就要因應嗰個具體情況去應用。即係處長並冇排除呢種可能性啦嚇。